叫咩名啊？我叫連記，幾多歲？今年25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，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。好啊，你介紹下你自己。好啊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連記，今年25歲，我未結婚，我係教徒，我即使做過喺內容內面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最中國餸好似蒸雞、蒸牛、蒸蛋、炒菜、煲白粥、煲湯。我學過點樣照顧老人家，好似帶公公婆婆去廁所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沖涼。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仔，好似幫佢哋沖涼，同佢哋玩，帶佢哋返學。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好似餵 BB 飲奶，幫 BB 沖涼，幫 BB 尿片。我中意送物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兔仔、貓仔同咪狗。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賺多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、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太太成我做工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